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请咱来吟圣诗255首，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奠基，设立永远天国，对天国立赎回伊，做主圣洁新娘，用火用听来买伊，替死伫地面上。请咱三个起立再吟。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接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领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30篇。
也是诗篇121篇。请咱三甲来起应。我抬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临。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的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请咱即时三甲来压头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爸，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你是全知全能的，你自有永有，袂捌改变。你是阮的气力，你是阮的盾牌，你是阮的避难所。阮的心倚靠你，就得到帮赞。阮坐落去，阮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阮的念头。阮行路，阮倒伫面床，你嘛拢知。你也深知阮一切所行的。阮感谢你用即款的疼来包围阮，互阮每一日的生活中看到你的祝福，互阮每一日拢往你来献上感恩。也求你赦免阮有时阮会袂记你感恩，你帮助阮会当来目睭会当轻调伫你，互阮的心的灵会当换心，互阮无论是伫个欢喜的中间，也是伫个艰难的中间，阮拢充满平安、喜乐、甲感谢。阮要对你献上乌老，因为你只有你配得这一切。主啊，请你会光照阮的罪过，求你赦免阮一切罪，怜悯阮。阮常常互罪捆绑，无将荣光归互你。阮无凡事来找求你，倚靠你，反倒阮要倚靠家己的聪明气力。求你帮助阮会当来听圣神的声，凡事交托，凡事仰望，凡事感谢。阮也要为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祈祷。最近的疫情，因为疫苗、因为新药的开发，渐渐平静。感谢你的怜悯，你透帮阮心灵的惊吓，也求你，互即届的疫情，阮会当紧紧过去。过来后主日11月14，阮要召开临时的雨会，要补选2名的执事，求你来呼召，诚心来感动，愿意大家来服侍你的人。也要为着11月20中日同工要召开明年度的事工研讨会，求你来保守带领，互阮继续会当往头前的路来跑走。愿阮所做的、所计划的，拢会当合伫你的心意。因为阮知，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固守的人就空空警醒。11月27，社青团契要去宜兰福山丽文园来旅游，也求你保守社青这一天的行程，拢会当平安顺利。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关伫厝里。主啊，阮互兄弟搁一届进入到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听见、体会到你创造的美妙。阮也为着今日袂当来到阮中间，三甲来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身体欠安的、出外工作的，也是互代志颠簸的，拢求你甲因同在。也特别将今日的培灵会交托互你，透过陈牧师的信息透放，来激励阮每一日的生活，甲主你有搁较深的关系。只是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
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插阮入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与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来请圣乐队今日要学录的诗歌是我一生的歌。
请咱来看今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人书第1章15节到23节。以弗所人书第1章15节到23节，请听我来读。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就显出伫圣道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基督的时，少年恁，求恁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钦拔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荣光的富裕到怎样，搁知伊的权能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伊前所画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搁活伫天里，坐伊的大屏，搬过拢总办政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呼的名，毋若伫今世，也伫来世，拢搬过远远，搁互万项有降服于伊的骹下，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正道，你请陈牧师今日正道的题目是为教会祈祷。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照指挥中心的讲法，应该是会当摕落来吼，讲道的人会当摕落来。真正感谢上帝，互咱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好势。我今日来到伫咱关岛教会，我嘛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发现咱关岛教会是一个少年有热情的教会。咱今日在座，也包括咱的圣歌队。咱的平均的年龄，应该是咱比较大部分的长老教会拢有较少年。对咱甲我圣歌队所献的诗歌4部的合音，会当看见，会当听见，咱对上帝的学乐。亲爱兄弟姊妹，我入来到伫即个礼拜堂的时，当我看到咱教会即摆迄即个动调吼，但是咱今的主题内底有一句讲，要完就完真的。我非常感动，当然这是即摆少年人咧讲话口气啦，但是我是对这个精神非常的感动。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认真做一个基督徒啊无？几当前我捌有一摆，和一个会友，一个女的信徒，伊咧甲我问一项代志，因为伊的先生毋是基督徒。所以每一个礼拜日，伊要来到礼拜的时，加减拢会为难。所以伊甲我问讲，到底要安怎较好？我甲问一项，你信主偌久？当然又甲我讲偌久的时间。然后我搁甲问一项，你即几十当中间，你的信仰有进步啊无？每一个礼拜日来到伫教会敬拜，当然这真重要。但是你的信仰有进步啊无？咱有个人自真少年，就伫教会内面服侍。我相信今日咱的圣歌队的队员，特别这较少年的，听因唱，听因弹琴，你就知影讲，可能真少年就伫教会服侍。所以咱一直到40岁、到50岁、60岁，咱可能一世人。咱有真长的时间伫咧教会咧侍奉，但是咱通过这个侍奉，到底咱的信仰进步到倒位？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讲起来毋是真好读，毋是咱台语翻译的问题。你也甲读华语，文也无好读，
你也问讲会晓读希腊文的人读原文的，读原文嘛无好读。但是我念面我会用较简单的话讲互咱听，到底保罗这段的经文，伊到底咧讲啥？保罗写以弗所书，是伊已经互关伫罗马的监狱啊。关伫罗马表示讲伊一世人的时间，咱后来知影，后来伊关伫罗马就无搁出来，可能无搁出来。虽然会当关伫外口，毋是关伫内底，但是伊后来就是伫遐来顺道。所以呢，应该是伊传道生涯的上界落尾啊。伫今日这段的经文的头前，第1节到15节进前，事实上是伊对上帝的上赞阿乐。然后对15节，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开始，是伊为着教会的祈祷，就是咱讲的代祷。当咱讲到代祷的时，咱就爱先讲到底祈祷是啥？祈祷通常咱会通分做为着家己祈祷，甲为着别人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咱家己的祈祷的态度是啥物款？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拢有照3顿祈祷，就是要食饭的时拢有谢饭祷告。但是除了这个谢饭祷告以外，咱有搁做其他的祈祷啊无？可能有的人困要进前有祈祷，也是早起清醒起来祈祷，为着咱一日的工课来祈祷。但是搁除了这以外，咱搁为着啥物代志来祈祷无？亲爱兄弟姊妹，信仰的进步甲无，伊的差别会通对咱祈祷的态度看出来，对咱祈祷的态度看出来。保罗伊今日，伊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祈祷，伊为着即个以弗所教会祈祷。咱可能真侪人会问，耶稣毋是甲咱讲啊，讲咱要求啥物货，上帝伊本来就知啊。所以咱毋免一句话伫遐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因为上帝本来就知影咱欠缺啥物。既然是安尼，咱是安那爱搁一再祈祷。可能有的人因为即句话，所以咱就想讲所以咱就毋免做认真祈祷，因为你要治啥，你要爱啥，上帝拢已经知影，无毋对。但是咱若对圣经内面，咱会知影一项，祈祷毋是干那为着要甲上帝讨物件。亲爱兄弟姊妹，咱向足管是，当然这嘛是无毋对，就讲咱欠缺甚物货的时，咱甲上帝求。咱普通看到教会周报上界做祈，就是咱有人身体欠安，咱甲上帝祈祷；咱有人可能工课无顺利，咱甲上帝祈祷；咱可能婚姻家庭拄着啥物款的问题，咱甲上帝祈祷，无毋对，这咱甲上帝祈祷。但是除了这以外，今日保罗伊的祈祷是安啥？伊爱上帝互遮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安怎？恁手头有圣经，还是甲我咱读的经文？如果投影片可以的话，帮我们打出来好吗？保罗伊为着因祈祷是，我来读第17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永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更深的认识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可能咱会为着食饭来献上感谢的祈祷，咱为着一日的生活拢顺利来献上感谢的祈祷，咱会欠缺。咱为着欠缺的代志祈祷，但是保罗伊伫遮毋是为着遐代志祈祷，我毋是讲遐无重要，遐嘛真重要。但是有一寡搁较深的功课，亲爱兄弟姊妹，我仰望伫今日咱的培灵会，伫今日的即个礼拜，甲连面礼拜煞，我会搁煞落有另外一个主题，我嘛爱仰望咱伫信仰上有进步。伫遮保罗伊为着信徒的祈祷是爱搁较深来认捌上帝。即个就是我一开始讲的，我捌问一个教会姊妹讲：你信主这段时间以来，你有伫信仰上有进步啊无？咱回想看卖，咱信主到呾，咱会进步偌济？伫啥物所在？伫倒位？
所以呢，保罗伊即个祈祷会通互人知影讲，事实上，常常祈祷是咱会通讲是信仰内面真深的一个功课。咱举一个咧，摩西旧约的摩西，当上帝爱摩西，伊带犹太人对埃及出来了后，伫旷野，后来因为这犹太人因敬拜偶像，摩西去伫山顶的时，因伫这下骹，这以色列人因就敬拜偶像。后来上帝发授去，讲我无爱带因入去，摩西你带因入去迦南地就好。摩西伊的反应是啥？伊为着这个以色列百姓来祈祷。所以事实上，祈祷互咱了解一项，就是讲，咱毋是干那为着家己所求生活所需要的祈祷尔，咱为着咱身躯边所关心的人祈祷，而且迄个祈祷是甲因的永远的活命有直接的关系。咱为着因祈祷，所以摩西伊甲上帝安尼求，甲安尼求的是，事实上咱来讲，咱若对圣经的经文咧看的是，头啊摩西伊毋知影上帝到底会答应啊未，伊毋知，所以伊甲上帝求讲，你毋通互这百姓全死伫这旷野。伊一再恳求了后。上帝后来答应伊。亲爱兄弟姊妹，我常常爱问，特别伫咱长老教会，我爱问一项：恁厝内面若是抑阁有人还未信耶稣，咱有为着因祈祷啊无？你的兄弟姊妹、爸母，也是你的媳婿，抑阁伫信仰上无真徛在，咱有为着因祈祷啊无？这是要紧的代志。摩西为着这以色列百姓祈祷，后来上帝应允伊了后，讲好，我带恁入去。摩西的祈祷毋是干那停留伫遐，刷落去。摩西的祈祷是搁加一项，求上帝你显现你的荣光，互我看见。求你显现你的荣耀。出埃及记33章。咱有确无上帝的荣耀啊无？咱捌确无上帝向咱讲话，互咱明白伊的心意，互咱知影上帝伊爱咱做甚物啊无？啊是讲啊，着上帝你远伫遐，啊我有哪远伫遮就好，啊我逐礼拜有来做礼拜，啊我逐礼拜都有照起工奉献，啊我安尼就好啊。亲爱兄弟姊妹，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写在教堂里面的标题，要玩就玩真的。我们在信仰上面，事实上有很多应该要进步的地方。摩西也好，或是以利亚，我在第2堂的时候，我会谈到这2位。因是安那伫圣经内面，互看做是非常重要的模范，因为伫因的服侍中间，祈祷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功课。然后因伫这个真深的祈祷内面，因拄到上帝，他们遇见神。所以祷告不只是求上帝给我们东西，我们常常只是求我们身体健康，求我们的财富，求我们生活一切顺利。但是保罗，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这里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是求他们的信徒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所以我也盼望我们自己至少也要先为自己求更深的认识神。在圣经当中，常常讲起人甲上帝的关系是一个奥秘。伫新约，耶稣也常常讲上帝国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奥妙，是人的理性无法度完全了解。伫遮我要引用台湾新学院另外一位圣经学的老师孙宝林老师，伊咧解说上帝国的奥秘的是，伊安尼讲：所谓的明白与否，并非单纯的听，也不是理性上的明白，不是知识上的掌握。可能检测咱中间有的人圣经文啊不知啊识，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孙宝林老师说，是生命的认同、接受、塑造的过程。
我们有没有认同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主耶稣基督塑造？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像主基督？奥秘不是一种客观描述的外显的知识，而是基于受的关系，就是我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一种隐藏的知识。意思就是讲，当你甲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时，这个才是真正叫做咱认捌耶稣基督。咱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因为咱细汉的时有听主日学的故事；咱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干那因为咱知影圣经的一寡常识；咱认捌耶稣基督，毋是干那因为咱会晓背使徒圣经，也是主祷文，毋是安尼尔。当然，刚才那些都重要，但是不是那样而已，而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深刻的接触。我记一个咧，在2011年，距离现在刚好是10年前。迄个时阵，我已经伫台湾新人院是院长的职分，已经差不多有超过1冬的时间。但是伫迄个2011年的年底，我的师母。阮太太美伦，伊头仔先是甲我讲，伊目睭看物件有一块无清楚，一块所在无清楚。后来阮赶紧去看眼科的医生检查起来，讲你的目睭拢正常。哇哒，安尼是好消息啦，歹消息？歹消息。医生甲讲，你的目睭拢正常，你爱赶紧去看脑。所以我们去检查了之后，经过仪器的检查，长话短说，它是里面有长东西，头脑里面有长东西。等阮知影头脑内底有生物件的时，我后来上网去找，大部分讲拢是歹的较多。阮就真紧张，阮就开始比以前较认真祈祷。后来佫较详细的检查出来了后，知影讲是脑下垂体肿瘤，所以脑下垂体肿瘤大部分可能是良性。所以后来去开刀了后，开刀医生甲阮讲，一切的手术应该拢真顺利，但是无拍算，伊伫咧恢复的时发生一种介少发生，但是有的人会发生的问题，就是他会尿崩，伊的身躯的水分一直出去。医生虽然有给伊药啊，但是可能毋知是美伦伊的体质较特殊，也是医生下药的方法无完全正确，所以呢，迄个药啊下落去无足明显的效果。伊伫住迄个病院的中间有至少3摆小可，人对本来清醒到死昏昏去啦，吼，咱讲死昏昏去，所以赶紧搁送入去加护病房急救。总共有3摆，到第3摆是半暝啊2点的时，迄个是礼拜日的清早，我印象真深。第2日我为着新人院去报咧教会，去伫遐讲道，但是我半暝啊2点接到我的手机弹起来，我知影讲一定是病院下来，随赶去到伫病院。亲爱兄弟姊妹，伫我的太太伊3摆伫要陷入昏迷的迄个过程内面，其中有1摆，我听伊喙敢若有咧讲话，我详细甲伊听，到底伊咧讲啥？伊话讲，伊咧讲的话，伊是安尼讲：主耶稣对不起，主耶稣对不起，主耶稣对不起，主耶稣对不起。我迄个时阵，我的心内的想法是，敢讲是我的妇人人已经要互主接倒去啊。后来感谢上帝，有救倒来。后来有换病院了后，有拄到一个搁较好的医生，搁较专业的医生，有将伊这规个镜头全部拢救倒来。但是，伫遮我要讲的是，咱活伫即个世间，
咱爱会记一日，有一日咱爱去见主的面。咱所有的基督徒爱会记一，有一日咱爱去见主的面。当咱要去见主的面的迄一日，咱会通先想起来看，咱到时主耶稣会甲咱讲，你是好搁尽忠的奴仆，也是讲啥物？我毋知。我的父亲人伊是第一代基督徒，伊嘛是讲伊的母语是华语，所以伊就伫迄个时阵，伊用足简单的话讲：主耶稣对不起，伊甲主耶稣回释的。经过即个病以后，我甲阮父亲人，阮两个人，阮伫信仰上有一个比以前搁较深的觉醒。咱毋通听候到有一日，咱真正要去见耶稣的时，咱才来这想这代志。咱毋通平常时做一个信徒，就讲都有来做礼拜，都有侍奉，都有安尼就好啊。毋是，保罗伊伫遮为着信徒的祈祷，是爱仰望所有的信徒对上帝的认捌哪来哪深，越来越深，对上帝的认识。咱知影讲，伫约翰福音17章第3节。当有人问耶稣什么会是永远活，什么是永生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捌咱的耶稣基督就是永远活，但是这个认捌，有的人可能是真肤浅、真浅的认捌，有的人可能是搁较深，但是有的人是真深真深。咱的信仰就是亲像安尼。亲爱兄弟姊妹，你仰望你是倒一层的认捌？基督徒的祈祷甲生活是一个循环，咱若会当用较侪时间祈祷，咱就会通愈认捌上帝，咱就会通愈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伫遮佫举一个咧，嘛是共款差不多伫我甲我讲发生迄个代志进前的2冬前，我因为伫学校咧教课，所以我带学生做伙读德蕾莎修女的传记。我想咱逐个人拢知影德蕾莎修女的故事。伊本来是一个修女，伊本来是伫一个天主教的女子中学内底咧做老师。但是后来咱拢知影，伊后来出去到伫印度迄个上界善香的所在来帮助遐个得要过身去的人，互因有水通啉，互因小可有一个做人的尊严，做迄种上界辛苦的工课。我毋知咱逐个捌想过哦，伊才会知影讲上帝叫伊出去。后来阮读迄个传记的时，知影讲伊伫真正足清楚耶稣甲伊予伊即个呼召的进前半冬，伊甲耶稣祈祷一项代志。伊伫耶稣的面头前，伊立志讲：主啊，只要是你交代我的代志，我要完全顺服。主耶稣，只要是你命令我的事，我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当伊认真安尼开始祈祷半冬了后，真正耶稣向伊显现，然后予伊知影耶稣爱伊离开即马即个修道院，然后出去帮助遐上界艰苦的人。伊头听到的是伊嘛无啥相信。但是伊若祈祷，伊若清楚，确实无毋对，就是即个上帝予伊的命令。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时咧祈祷的时，咱祈祷都有祈祷，咱都有照起人祈祷。但是咱祈祷过了后，咱也毋知到底上帝有听叫啊无，咱也毋知到底上帝有照咱所求的，互咱啊无，咱拢无啥清楚。但是当我读德蕾莎修女的传记的时，我学到一项代志。就是咱要祈祷的进前，咱有先问看咱家己有要顺服啊无？顺服。咱若有真正爱要顺服，上帝甲咱讲啥，咱比较较听会到，对毋对？你觉得合不合理？咱若是其实无啥想要听，甲咱要求，但是咱无一定真正要顺服。咱求了后，若上帝甲咱讲啥，咱欢喜的咱去做，咱若无欢喜的，咱就毋去做。安尼几摆了后，你想，
上帝佫会甲咱讲啊袂？可能嘛会啦，但是咱会变啥？变做重听啊，咱会听袂到。所以当我带学生做伙读迄个传记了后来我真受感动。我后来我的祈祷有一点仔转变。我甲上帝安尼求，我感觉我无法度像德瑞莎小尼安尼，但是我甲上帝祈祷讲，主耶稣，你也甲我命令的代志，我拢尽量，尽量有一点好笑，对不对？就讲我会尽量唔敢讲我绝对服从，我绝对顺服，因为我毋知我做会到啊袂。但是我对迄个时阵开始，我有甲主耶稣讲，我愿意比以前更顺服。对迄个时阵开始，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我感觉真正有搁较侪的机会，有搁较侪的经验，真正知影主耶稣伊要互我的心意。60当前，英国一个真正出名的牧师叫做钟马田，伊是即个英国伦敦西敏寺的牧师。伊咧讲到咱基督徒的祈祷的时，伊讲事实上，咱大部分的人大概祈祷的时间拢无法度真长。伊讲是安那，主要原因就是讲咱甲上帝无真熟啦。你捌拄着你和你的最好的朋友，也是讲恁厝内面你本来关系真好的厝内面的人，咧讲话开讲。你若和一个无啥熟的朋友，也是生分人，你和伊讲话大概2、3句5分钟，代志就讲煞，无话通搁讲啊。但是你也去撞着可能足久无讲话，但是过去是足好的朋友，恁见面的时恁会讲偌久，可能会讲真久，30分1点钟。所以钟马田伊讲，咱和上帝若讲话讲袂久，就是安那，和上帝无熟嘛。咱和上帝嘛无足想要讲话，所以咱的祈祷袂有真长，咱的祈祷袂有真深。所以保罗伊伫遮，伊所要求的是，毋是讲互因这以弗所教会，互因的正清营拢无欠缺，毋是保罗要求的，毋是这。保罗为着即间教会所要求的是，爱互因对上帝的认捌哪来哪深。然后刷落去第18节到19节的所在，我称即个叫做3赞的祈祷。这3赞毋是我讲的，真侪圣经学家拢是安尼讲。有3句话，这3句话讲起来嘛无真好读。18节，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咱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徒的中间荣光不有到怎样，伊对伊的信徒所应允的祝福怎样的丰富佮美满。若搁较简单讲，就是讲。上帝调咱去仰望的，到底是啥物款的仰望？第二，上帝要互咱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第三，上帝向咱遮信伊的人所要显明的权能 power 啦，显明的权能是何等的大？搁简单讲一摆，仰望第一项仰望，第二项产业，第三项权能。所以，当咱对上帝有搁较侪的认捌的时，咱就知影讲上帝爱咱去仰望啥，咱会通知影上帝要互咱的产业何等的丰富。第三项，咱会经验到上帝要互咱的权能 power 是何等的大。亲爱兄弟姊妹，咱仰望啥？咱有仰望啥啊无？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仰望啥无？咱特别是做教会内面的同工、长老、执事，咱有仰望啥无？我想至少咱应该会讲，咱仰望教会的复兴嘛。但是当咱讲咱仰望教会的复兴，伫遮保罗讲的讲，上帝调咱去仰望是啥物款的仰望？咱即个仰望有时啊，咱也甲义商讲做伙，因为当咱会通看见上帝要互咱的迄个仰望是生做啥物款的时，咱会愈清楚，咱要对迄个所在去努力。
做一个教会的同工，咱会知影爱有清楚知影讲，上帝爱咱即间教会向啥物方向去行。我过去伫学校做院长的时，我嘛一直咧祈祷，上帝爱即间神学院向啥物款的方向去努力。咱毋是干那像中国古早话讲的，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着过去有做的代志，咱着继续安尼做尔。我甲咱大家讲，台湾基督教教会过去10冬一直拢咧衰退。过去的10年，其实不止10年，因为我这句话已经至少也说了5年了。对统计数字来看，过去的10年一直咧衰退。咱若讲干那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咱维持过去咧做的代志。就算我们的教会没有衰退，至少我们的教会有可能会变成是老化。但是还好，我今日来到咱关渡教会，讲起来已经无算做老化，有少年人伫咱的中间，我感谢上帝。但是咱爱去想，我嘛特别要问咱在座较少年的吼，40岁以下应该拢算少年啊。伫咱教会内底40岁拢算少年，咱40岁以下这少年人，恁愿望这个关渡教会10冬后生做啥物款？要不要年轻人再更多一点？要不要儿童再更多一点？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样向上帝求？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样参与在这个教会的复兴里面的服事里面？所以上帝调咱去愿望的是啥物款的愿望？第二，上帝要互咱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我想咱做一个台湾人吼，咱拢有一种想法啦吼，就讲上好吼会当有家己的厝，哦，有当家己的厝，伫咱即马即个时代、即个社会，毋是遐尼啊简单的代志。咱拢知影讲，要伫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桃园，要有家己的厝，拢是爱欠足久的钱，才有法度付头期款，然后呢，搁爱付真久的即个房贷，才有法度最后甲迄间厝立好了。产业伫古早就是土地，土地也是厝，这是产业。但是保罗伊伫遮咧讲的，上帝要互咱的产业是何等的丰富，这毋是指咱地面上的代志。这个产业有可能是指将来有一日咱去到伫天顶的时，上帝所要赏赐互咱的。这个产业嘛，有可能是亲像我甲我所讲的，就是讲，当咱伫这个地面上，上帝将搁较侪的人赏赐互教会，亲像《使徒行传》内面所讲的，上帝将逐日拢将人加添互因。迄个产业，咱有愿望这个产业啊无？我举一个例，我有一摆去到伫屏东请教一个牧师，因迄间教会足奇怪。咱长老教会大部分青年人愈来愈少，但是因迄个教会青年人300-400个，咱可能有人知影我咧讲倒一间教会。因拜六下晡做礼拜，敢若是3点的款，2点就青年人咧排队啊。我去请教伊，当时你安怎开始？伊讲伊有一摆伫咧一间学校的外口，伊伫遐咧看遐学生囡仔放学出来。像这囡仔放学倒来了后，有的也无直接倒去厝，拢伫路边咧拉扫。上帝甲伊问一句话：我把这些年轻人赐给你，好不好？我把这些年轻人赐给你，好不好？我今日看咱的周报，我真感动，我感觉这是好事，因为咱的周报为着咱的学生的事工咧祈祷。所以，我们大家也来想想看。学生在哪里？如果上帝要把这些学生带领进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该怎么做？这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保罗为了教会祈祷讲，上帝要互咱产业是何等的丰富。咱若无愿望这个产业，咱就得袂到嘛。咱若有愿望这个产业，咱搁向上帝求，上帝会互咱啊无？我相信会啊。因为保罗就是安尼为着以弗所教会来求啊。第三项，咱这信的人所要显明的宽容是何等的大？什么款的宽容？咱祈祷的时拢会讲咱是卑微的人，无毋对。咱伫上帝的面头前，咱是卑微的人。但是当咱一个受到上帝所调，
佮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旨意的内面，照伊的旨意去行的，是咱所会通得到的宽容，是超过咱本来所会通想象的。马偕牧师还未来台湾以前，咱大家知影伊本来是创啥嘛？伊是国民学校老师，咱也有读马偕传记的人，咱家加减会知。但是伊知影，伊毋是干那要做国民学校老师，伊知影上帝调伊爱去海外宣教。所以咱想象袂到，一个伫加拿大算起嘛是草地所在的学校的老师，但是后来上帝调伊来到伫台湾，然后伫咱台湾30年久的时间，开拓大概有60间的教会。咱来看去到伫非洲的迄个宣教师叫做李文斯顿。李文斯顿伊本来因的家境也无好，伊读高中的是爱半工半读。伊老爸是咧创啥？伊老爸做生意咧卖茶叶，但是卖啥会晓做生意，生意做了无啥好，所以家境无好，伊就爱半工半读。但是伊知影，伊毋是干那伫遮半工半读尔，伊知影上帝要爱调伊去到伫足远的所在，当时叫做黑暗大陆非洲。然后伊足拍拼，伊过去读册普通尔。但是伊知影上帝要爱调伊去到伫非洲做宣教师，所以伊足拍拼，所以后来读医学院，佮后来佮读神学院。当伊神学院要毕业的时，老师毋知影讲这会通好毕业啊，毋通啊，因为讲道讲了袂好势啦。但是呢，李文斯顿伊家己足清楚，上帝调伊。所以后来老师嘛看见讲有即种的信心，所以互伊毕业去到伫非洲，经过几十年后，所有去非洲做宣教师的人，要讲道拢爱学伊迄种型，变做是讲道的典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咱大家分享，就是讲，咱可能咱也家己有读过去台湾的教会历史，咱拢知影讲宣教师呾来到伫咱台湾，不管北部也好，南部也好。头仔信主的第一代信徒，拢是家境无通较偌好的。但是当咱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上帝恩典伫这基督徒的家庭了后，咱搁用照圣经的话来教示咱的后一代。咱到伫第2代的时，因的能力已经愈来愈好。到伫第3代，已经真做是台湾迄阵阵规个社会的上界要紧的领袖精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互咱这信的人的权能、power 是换尔啊强。我毋知咱大家捌经验过啊无，但是我要甲咱大家讲，咱若顺服，然后照上帝的心意落去行，咱若拄着困难的时，咱会晓求上帝的气力，亲像摩西。伊拄着困难时，伊求上帝来拄起这困难以外，伊爱会通看见上帝的荣耀。结果我有讲起，2001年我的夫人人伊得到这个脑瘤，后来我甲上帝求，毋是干那互我的牧师娘好起来啦。我到第3摆时，我知影我的牧师娘应该会好起来。当然，我毋是完全100%，但是我知影我的牧师娘应该会好起来。但是我搁加求一项，因为我知影摩西安怎求，我知影以利亚安怎求。因伫求完因所爱的物件了后，搁加求一项，上帝啊，求你互我看见你的荣耀，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咱做基督徒，咱毋是干那求咱日常生活有够额就好，咱也毋是干那维持咱的教会的例行的运作安尼就好，毋是咱渴望当咱将福音传出去，搁伫遐个无信的人后来因来信主了后，对因的生命的改变，会当安那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咱若做基督徒久，但是咱传福音的经验无有真多的兄弟姊妹，我也盼望咱来勇敢去传福音。我过去自细汉嘛是伫教会内面大汉，无啥物传福音的经验。高中的时有老师教阮训练，所以阮就去发福音短章，阮嘛无啥物经验，因为真正安尼来信耶稣的，敢若嘛无。
到后来我去读大学的时，我参加学校内面的查经班。到我2年的时，开始看见有印尼的学弟因入来，这个印尼入来的学弟大部分拢毋捌去过教会，毋是基督教的家庭的。有的人是来佚佗的，过几礼拜了后，因就走啊。但是有的人来了后，伊会留咧，因会开始注意咱基督徒咧读的圣经内底讲啥，伊会开始注意基督徒咱咧祈祷啥。有这个人开始留咧。后来要升3年的时，我的学长因要毕业，伊甲我讲，咱即组无有真侪基督徒，所以呢，你自细汉伫教会大汉，你对大3开始，你爱带查经。我讲我哪会晓？我袂晓带查经。啊，咱伫中了教会大汉的吼，都毋捌遮认真读圣经啊，敢毋是安尼？但是学长甲我交代讲，你对即马开始爱训练。啊，学长也互我一寡简单的册，开始训练。亲爱兄弟姊妹，我经验一项代志，上帝的权能伫咱遮所信伊的人的身躯顶会显现足大的开列出来。所以当我开始带查经，其实我嘛是一知半解啊。其实有诶到底讲了对，甲讲了毋对，我家己嘛毋知。但是我对安尼，我开始认真，比以前较认真读圣经。互我着惊的是，遮个学弟因入来了后，因对读圣经煞有兴趣啦。我讲着惊，因为我较早家己咧读圣经，就无足有兴趣。但是看见因咧参加查经班有兴趣，佫会问问题，我着惊。他们是所谓的慕道友，大家知道慕道友的意思吗？慕道友毋是讲啊有时有来参加礼拜，有时无来安尼，叫做慕道友，毋是。因真正是确无真理，因仰望会当找到真理，所以因可能也捌去别个所在找看卖。但是即摆因来到伫教会来找慕道。当有遮个慕道的人来到伫咱的中间的时，咱有法度将上帝的话讲解互因听无？虽然迄个时阵我对圣经认捌无真侪，但是咱通过讲解圣经，通过家己的体验，后来遮个学弟。因有个人煞信主啦，我着惊。因讲要洗礼，我着惊。当然嘛是足欢喜啦，但是着惊。后来佫看见因经过1年、2年了后，因的生命有改变，我着惊。亲爱兄弟姊妹，我爱要讲的就是讲，咱做一个基督徒久，咱有经验过遮个代志也无？咱看使徒行传，当因开始圣神充满了后，真侪人入来到伫教会，因嘛安那，因嘛着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咱爱愿意接受这个代志的改变，而且是对咱家己改变开始。保罗为着教会，恳求上帝，互因的教会，互这个以弗所教会，会通更较深来认捌上帝，而且保罗伊的祈祷。仰望，互因的信徒会通更较清楚上帝互因的仰望是啥物款的仰望，产业是何等的丰富，甲伊的权能是何等的大。当保罗做完这几个祈祷了后，伊煞来个安怎？个学了上帝，颂赞。是安怎学了上帝？因为知影这个代志，当咱甲上帝求，上帝要甲咱成。当咱也知影这个代志要成的时，咱会学了上帝。所以后壁伊佫开始讲，伊讲20节，照伊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世人中国我伫天里坐伊的大屏，搬过隆重办证书。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的名号。保罗伊伫遮咧讲啥？保罗伊伫遮咧讲的，有可能是指这个地面上的政权，有可能是指天空顶这个属灵的歹的势力。但是上帝的权能会当赢过。咱伫台湾可能做基督徒吼，轻轻松松啊，无政权甲咱压迫啊，所以咱无啥理解这个代志。我简单讲，咱若去到伫中国，你就足清楚。中国的基督徒，因常常爱面对，当共产党要甲因压迫的时，这毋是古早的代志哦，简单也咧发生。当共产党要甲因压迫的时，
因到底有要坚持做因的基督徒，还是因要放弃因的信仰？但是阮过去即几冬，台湾新学院和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寡教会，阮有连结，阮受到因的信仰，阮得到足大的激励，因为因知咱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阁是人类的主宰，政权会起会落，但是安那，咱的耶稣基督永远伫地。所以因遮的信徒，因迄种足坚定的信心，对因的阿公阿祖因迄代，因就看到中国的政权起起落落，但是因足坚定的信心，因知影讲因的教会甲因遮的信徒要永远伫即个信仰顶悬徛起。咱台湾好命惯势啊，当然讲实在嘛无真久啦吼，但是咱至少即40-50冬已经较好命，咱无受到政权的压迫。但是因为安尼，咱颠倒山放松。咱颠倒无警醒，所以颠倒是世俗的物件、世俗的想法入来到伫咱的信仰的内面。亲爱兄弟姊妹，保罗伊为着遮个教会祈祷了后，伊知影讲上帝的权能会超过遮一切，然后所有万有、世间万项代志拢会降服伫主耶稣的骹头夫。然后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是用万物充满万物的。最后一项代志，大家爱记清楚。我当然真感谢上帝，因为我听起来咱关岛教会是和谐、和睦、三听的教会。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咱无人。无任何人会通讲这教会是我的，咱无任何人讲即间教会阮阿公设的，无人应该安尼讲，因为拢是所有的拢是设伫耶稣基督。所以呢，咱爱会记得，教会是上帝的，主耶稣基督，咱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所以咱若会记得即项的时，教会伊就当和谐，教会就当和睦。教会就有上帝满满的恩典伫咱的中间，咱也会通做好的见证。我们通过今日这段经文，当咱咧讲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别人咧祈祷的时，咱对这祈祷的功课内面，咱会通有搁较深的领受。咱三甲压头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满心阿乐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伫礼拜日来伫遮敬拜，搁通过上帝你。启示互以弗所教会即段经文，阮搁较深来想，阮着爱做一个啥物款的基督徒。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恳求你帮助阮的教会，互阮有清楚的意向，互阮会通得到上帝你要互阮的权能，也因为安尼，阮会通有丰富的产业。即个产业毋是干那伫土地，还是厝。即个产业是有搁较侪无捌你的人会通入来到伫教会，正做主你的学生。主啊，阮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也恳求主，你互阮搁较深的认捌你。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因为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我嘛真简单来报告吼。然后咱会放一段。介绍台湾新学院，但是我简单来讲，我想咱有足侪甲台湾新学院有关系的人伫咱的中间啦，咱的图书馆馆长，过去个迄个汪金泰牧师的师母，拢伫学校咧服务，咱的牧师嘛是台湾新学院的校友。我真简单讲一项，需要咱台湾新学院需要咱所有的人的关心奉献，这个学校当然就是培养教会将来的侍奉者，包括音乐，也是教会灵性之商，也是当然传教者。新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拢无啥经费，拢无啥够。我用图书馆来讲就好啦。图书馆阮几啊当前，阮就讲要买一套软体。我咧做院长的时，就讲要买一套软体，买到即马未买，还搁咧问大家意见。啥啦？因为阮感觉伤贵买袂起，新学院就是安尼啦，逐年拢欠长额度啦，逐年拢欠长额度。不过咱感谢上帝，虽讲伫欠长额度的中间，上帝还阁有丰富的赏赐。所以我嘛伫遮仰望咱所有兄弟姊妹，
为着台湾新学院来奉献。啊，最后请咱大家来做伙看一段今年的这个影片，多谢。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这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2中间，阮用逐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蝴蝶。立案了后，台新旨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性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的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1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时，伊打破了咱与教会生活的关系，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弟兄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付互阮的使命。咱过来吟圣诗第348首，求主教示阮祈祷。圣诗348首，求主教示阮祈祷。好大进前对你讨，使阮信心若坚定，听你声音甲命令。求
利亚路听阮祈祷，你的囝儿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显出慈悲。请咱再来徛起来吟。咱来应答上帝的话，奉献请秀珠执事甲玉芬执事。咱起立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咱来
读今日的经句，内语2遍，华语1遍，请。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八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叫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荣光的富裕到怎样。以弗所书1章17、18节。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赏赐咱智慧来亲八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叫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荣光的富裕到怎样。以弗所书1章17、18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着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1章17、18节。再来，请咱来看周报第3页，关渡家训。感谢陈上仁牧师今日主日用上主的话来培育咱的灵命，也请兄弟继续为着大神的事工来奉献甲代祷。第3项，今日礼拜了后要召开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加。第4项，即礼拜3的查经祈祷会，查经是郭牧师主理，祈祷是师奉长老主理。若是无方便出门的，咱即摆还阁有线上会当来参加。欢迎兄弟咱踊跃来参加出席，互咱三甲用祈祷来建立咱的教会。第5项，本会伫个后主日要举行圣礼典，若要参加圣灵洗礼、献圣礼，也是小儿洗礼的兄弟，请郭牧师来报名，要来安排舞蹈班的课程。第6项，本会伫后主日礼拜中要举行临时的会员互会。要来补选2名的执事，请兄弟爱将时间留落来，爱出席参加。会名的名单，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已经公告伫咱周报后一面。周报第4页，请咱来看。若是有需要请假的，也是有啥物疑问的，请咱来通知小会的书记、社团长老。第7项，请各部的长老、学青、社青、中青团契甲圣歌队的新任的会长、队长，伫个11月14进前，将明年度的事工计划甲预算交予牧师，要来制作研讨会手册。第8项，咱本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一年有2摆的小主祭，要来为着咱的牧师馆来奉献。因为疫情咱暂停，今年要伫个感恩节，要将2摆来合做一届。请咱兄弟来备办。过来，请牧师来补充。搁再一摆，多谢上人老师，我拢叫伊上人老师上人牧师，今主日来到伫咱教会来做培灵会，愿上帝通过伊话语来有请咱的灵命，帮助咱，互咱行做一间真贤祈祷的教会吼。咱讲韩国教会是真贤祈祷吼，总是咱台湾的教会敢若较少有祈祷吼的即个热切的机会吼，求主帮助咱。拄则上人牧师有甲咱提醒吼，
咱这4年来的主题叫做军队耶稣、军队基督，要完就要完真的吼。毋知咱是毋是有完真的吼？期待讲咱这4年来，确实是会通真做一个军队耶稣、军队基督的门徒啦。吼，所以尚老师其实替咱铺陈未来4年吼，咱的教会主题吼，这一定定好势啊吼，就是真做门徒。吼，咱进前是军队基督嘛，但是军队基督咱是毋是有真做门徒？这真要紧吼。真做门徒，咱有啥物款的学习，就是爱更像主耶稣。吼，拄则尚老师甲咱铺陈好势吼。我嘛听到老师咧讲道过程中间，我嘛着一惊吼，我着一惊吼。我无甲老师套招啦吼。这是上帝互我的感动吼。未来4年，咱就是真做门徒，搁较亲像主耶稣，这是咱要学习的功课吼。所以较等者咱伫11:40吼，第2场的培灵会，而且咱会通准备心吼，咱会休困10分钟了后，继续咱的培灵会。咱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后主日吼有临时的会员好会，要补选2名的执事。所以请咱兄弟你若是会籍设伫咱教会，就的确出席参加，互咱即个补选的工作会通顺利来进行。顶礼拜牧师有漏到3名，咱毋知有发现无？就是迄个达林执事包春节甲严金济吼，可能我咧答的过程中间结果漏到去吼，那敢若无人甲我反映吼，是我家己发现吼，很奇怪。遮写59名，但是我算起来那56名尔吼。所以请咱若是即中间的名单有啥物款的问题，的确着来甲牧师讲。若有要请假的吼，的确着爱甲谢专长老来请假，互咱后礼拜整个会议会通顺利来完成。好，过来就是时间检讨会有关的资料，请咱的国部长老、学青、社青、乡亲团契的会长，甲信歌队的会长，即个队长吼，将伫后礼拜进前将这资料互我，通好将即个时间检讨会的手册，互伊通顺利来制作完成。求上帝，互咱伫即个检讨会中间也有真好的讨论哦。好咱伫遮，毋知有第一摆来的朋友无？好，安尼。今日拢是内底毋知有无？没有，好，好，安尼咱为着要互即个时间真顺利来进行互咱两边就礼拜煞，互咱大家会通休困好，按以上补充报告。请咱来吟上英的诗395首，吟诗煞请陈牧师来祝祷。归
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叹、圣神的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闭会，咱会休困10分钟，开始咱第2场的培灵会。电动，所以请咱的确都爱留落来，留落来，